來看到台南有一隻遊艇叫做嘉比13號，17出海了後呢，煞無照轉來，時間轉來，暗時1點互通報失蹤。18早起呢，11點外，詹文溪的出海口有漁民發現到一個人遺體，經過指認，確定是這嘉比13號姓黃的船長。不過這遊艇頂頭呢，還有另外一名姓曾的釣客，海巡署強調講會趕緊來找人釐清案情。115年3月18號，下午3點10分，執行搜尋咖啡13號遊艇失聯任務。海巡署的人員分幾啊邊徛佇順風艇的甲板頂懸咧找，任何細節攏唔敢漏交。因為17暗時因接到通報，講有釣客佇出海了後失聯。去聯絡的地方。這個位置是後來發現大體打撈上來的地方。代志是發生在17，有2隻遊艇做伙對台南安平漁港出海，暗時要去澎湖7米海域海釣，結果到原定返港的時間，敢若出現1隻遊艇，相關單位緊急佇暗時7點的時陣通報，講無返港的嘉比13號失聯。不過到18早起11點，有其他漁民通報講，佇詹文溪外7海里的所在，有發現一具屍體，經過指認，確定就是嘉比13號姓黃的船長。大體目前在台南市殯儀館冰存，後續進行報驗。失蹤的姓曾的釣客和遊艇甲打攏還未找到，17海上是5到6，準風是8級。因為嘉比13號較細台，海巡署無排除是海影對航行的影響較大。但到底遊艇失聯的原因是啥？後壁敢有其他的狀況？所以來檢察官會對姓黃的船長的屍體做驗屍，來確認死因。海巡署嘛強調講，刷落來會佇海上繼續找，而且釐清案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